再来镜头转到国内，高雄旗山和美浓等等山区的田塢，最近这几年因为用无人机来咧铺农药，所以农民种植范围嘛变宽了。也毋过最近军方是讲，为着掩护甲大基米、内文，也有三南等等地区来伪造军事红区，自日啊开始禁止使用无人机，但是这就会去影响到农民甲农产。高雄市政府和军方是表示，会来协商监管惠安，也有农民的权益。无人机伫园仔顶悬喷农药，高雄旗山、美浓、内门甲三拿等山区，因为农田范围较宽，真侪农民爱靠无人机业者协助喷农药。但海军反场航空指挥部进前线因为掩护，将这寡所在伪造无人机进行空域，26开始禁止飞行。一早就直接变红区，让我们大家都措手不及。当天的所有的农业喷洒行动跟飞行任务全部被取消，然后我们也没办法跟已经排好的农民做任何的交代。山区农田因为无人机出现慢慢扩大，即马要改转去人工喷农药嘛真歹作业，互农民甲无人机业者烦恼，影响作物甲生计。在雨后菌病虫害特别多，那这个时候如果无人机再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再去喷洒这个农药的话，那我们这水田就像刚刚老板讲的，很快的它就烂掉了。地图红红一大片，唔拿农业，实践大学高雄内门校区，2020年就摕到空域合法使用权，由民航局核准做无人机训练场甲考场，即马嘛为做禁飞区。前几天有紧急去跟民航局做空域上面的申请的，对，所以我们目前是有在申请合法的状况之下去做训练。军方无协商到为禁飞区，引起地方不满。农业局表示，已经向军方等单位反映，喷农药目前有关会使申请，经过民航局向军方确认，袂影响训练，就会使作业。军方嘛邀请相关单位协商，调整禁飞范围，来兼顾飞行安全甲相关产业的权益。公司新闻陈焕武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